大家好，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香港電訊首推不限速 5G 數據月費計劃，一個月費買斷 HBO、Disney Plus、Netflix 同英超。香港嘅 5G 月費市場日日都係鬥多數據、鬥平漫遊，睇到悶味。但係今次香港電訊旗下嘅1010同 CSL 就諗到一個全新嘅玩法，新推出嘅娛樂無縫月費計劃，個重點已經唔係同你計較多10G 定係20G 數據，而係直接將成個流動影視同埋體育王國打包塞入你個月費 plan 度。簡單啲嚟講，就係你俾一個月月費，買嘅已經唔單純係上網，而係一個日日都用得着嘅娛樂生活方式。一個月費買斷你嘅晚間同週末娛樂時間。今次呢個計劃最顛覆嘅概念就係將電訊服務從功能升級到體驗層面。HKT 利用母公司電訊盈科擁有 Now TV 同多媒體內容嘅優勢，將最高價值嘅娛樂內容捆綁落 5G 計劃，同傳統送1-2個月試用完全唔同。呢一個係直接將 HBO Max、Disney Plus、Netflix、Now TV 體育直播呢啲本身要獨立俾錢嘅服務，變成你月費嘅一部分。而且佢仲標榜全港首個不限速嘅本地 5G 數據。雖然條款有註明，當用量達到指定水平之後，網絡優先次序可能會因應情況調整，但係呢個承諾比起市面上大部分白紙黑字寫明任用數據大限速1 Mbps 每秒嘅計劃，確實進取好多。對於日日都要用手機睇 4K 片、下載大型檔案或者係打機嘅高要求用戶，呢一點絕對係最大嘅吸引力。個計劃分兩大門派，針對唔同嘅生活娛樂習慣，真正實現你嘅生活，你揀點睇。娛樂無縫連接計劃娛樂版明顯就係為咗煲劇電影達人而設，一個月費包攬4大內容 ：HBO Max 睇最後生還者等等嘅神劇 ，Disney Plus 睇 Marvel、星戰、Pixar 全家啱睇，仲有 Now TV 同 Netflix， 再加亞洲星級娛樂組合，即係話你放工翻到屋企或者係週末喺街上面想睇歐美大片定係日韓熱劇，都唔使再左撳右撳轉 app， 一個來源搞掂晒。呢個整合解決咗好多人唔知開邊個 app 好嘅選擇困難，令到追劇呢一個日常娛樂變得真正無縫。至於娛樂無縫月費計劃體育版，就係硬核體育迷，尤其係足球狂熱分子嘅終極答案。佢嘅核心包含 Now TV 6星級體育組合，你可以睇齊歐洲5大足球聯賽、英超、西甲、德甲、意甲、法甲直播，再加歐聯、歐霸等等嘅頂級杯賽。對於唔可以錯過任何一場愛隊比賽，就算半夜3更都要起身睇波嘅球迷嚟講，呢個組合本身已經價值不菲。而家同手機月費綁埋一齊，變相就將你最大筆嘅固定娛樂開支消化咗，喺理財上面更加清晰。兩個版本都好貼心咁跟埋每月3G中國內地同澳門嘅漫遊數據，等你北上消費、睇地圖、call 車、電子支付都可以無需換卡，日日都咁方便。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上台 5G plan 免費送 Honor 同 Samsung 手機，月費98蚊起，3D 數據 plan 會更抵。成日見到網絡商廣告話零機價上台，但一睇到月費，往往要200幾同埋300幾蚊。不過最近網上商店AHA聯同3香港推出咗一個幾吸睛嘅優惠，最平聲稱98蚊月費，簽約30個月就送一部 Honor 手機，仲包埋本地同內地數據。呢個優惠究竟係咪真係咁抵玩呢？我哋一齊睇下3大套餐手機數據2合1。根據宣傳資料，今次優惠主要分3個套餐，全部需要簽訂30個月合約，並且由3香港提供網絡支援。最入門嘅選擇係每月98蚊，提供30G 本地 5G 數據，用完之後會限速任用，同時包含4G 內地同澳門數據，並且會贈送一部宣傳價值係999蚊嘅 Honor X6C 智能手機。計劃仲標榜免數據任用13大串流影片同社交 App， 中階選擇月費係143蚊，本地數據大幅提升到100G 5G 數據，內地同澳門數據亦都增加到8G。贈送嘅手機就升級為價值1199嘅 Honor X7D， 最高階嘅選擇月費係188蚊，提供50G可以喺中國內地、香港、澳門3地共享嘅數據，並且附送200分鐘嘅內地同澳門通話。贈送嘅手機亦都升級為價值1598嘅 Samsung Galaxy A17 5G， 成為AHA嘅新會員，仲可以獲得250蚊嘅電子現金券，可以用於購買其他嘅電器。呢一類平月費送手機 plan， 精明與否完全在於2點，就係合約期長度同埋手機嘅實際價值。首先必須要計清楚總數條數，以最平嘅98蚊 plan 為例，30個月嘅總支出係2940蚊。
呢一筆錢換嚟嘅係一部手機加30個月嘅數據服務。假設你本身都想買一部1000左緊嘅手機，咁餘下嘅1940蚊就係你為數據服務所付出嘅成本，平均每月數據淨成本係64個7。其次就係必須去審視手機嘅真實價值，宣傳標示嘅價值通常都係建議零售價，但係呢部手機喺市場上面嘅實際市價或者係清貨價可能更低。例如 Honor X6C 喺大型嘅連鎖店做緊減價嘅時候，價格可能遠低於999。如果手機嘅價值只係值700蚊，咁數據服務嘅每月淨成本就會上升到大約係74個7。仲有就係30個月嘅合約係一大考慮點。現時主流嘅電信合約係24個月，30個月意味住你需要被鎖定更長嘅時間。喺呢2年半入面，如果出現更優惠嘅計劃，或者係你嘅用量需求有變，咁轉台嘅成本就會非常之高。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我哋再會。